據敘利亞活動人士話，政府軍喺霍姆斯殺死咗幾十名平民，並且持續1個月嘅圍困。霍姆斯係反對阿薩德總統嘅11年專制統治嘅抗議活動中心。總部設喺英國嘅敘利亞人權瞭望台話，星期三嘅炮擊仲嚴重損壞咗霍姆斯市巴巴亞姆爾城區嘅20幾棟建築。喺今次炮擊之前，霍姆斯幾日嚟一直受到攻擊。活動人士話，攻擊行動造成幾百人死亡。由於敘利亞限制獨立報導，傷亡數字唔能夠得到證實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喺星期三話，應該由敘利亞人自己通過全國對話去解決呢一場危機。拉夫羅夫星期二話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將推動所承諾嘅改革，並且將會設定日期，就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參與嘅新憲法舉行公投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喺星期二話，阿薩德最近提出嘅改革承諾難以相信，因為佢嘅軍隊仍然繼續轟炸平民。奧巴馬政府喺星期一關閉咗喺大馬士革嘅大使館。